设备那两家发觉，西边连来恩兄一家，诚心无知一帮王应该早点回家呀。可个弄脏为尊不家，怎么今日一大清早就被鬼谁吃？恩兄阿妹，看那个面什么大好看，一定是生病了，快回到家里去，让阿哥哥去医生看看。恩兄，小妹没有病啊？没有病，那一定是出了什么事了。恩兄，这里的将望至此，那就到家里去讲。哎呀，回家吃完你又不久，快走吧。恩兄，恩兄，出了什么事了？过来。恩兄，小妹拘留在此，只可连来恩兄一家于心不和。哎，你我既是结拜兄妹，就应该向同胞的亲力量。阿妹有难，做阿哥的理该人道，何况那就忠良之女，更是应该的事了。哦，阿妹，那老子我发觉你倒酒了，一定要派人私自审理，你再也不能出去了，就是在阿哥的家里。不过前天遇到上王水火，都不能去。对，是在阿哥的私房里斗进那不是为了。要是老子不闲来水尽，做阿哥的儿女白发对付，等到天黑，我就我的送你上出扬州。恩兄对小妹如此关心，小妹关心不行。哎呀，有了这个，我要马上出去当听当听，你快去躲起来。哦，阿妹，我叫到我有才呀。真糟糕！师兄，他到来了。对，师兄，师兄，我刚从京都回来。哦，那么去见我爹娘吧。去结果也不末了，刘兄，小弟有事要问你。哦，那么请到天堂里去讲话吧。天堂多有不必到书房去吧？哎呀，这几天书房里肮脏得很，还是天堂里好。书房去，书房去。刘兄。我娘子见的可有来过？不算是为我阿妹来的。哦，梁师兄，
说着你母亲有病，我已经把妹子接回去了呀。是啊，说着接回去了，今日可有来过？今天我可没有看见过啊。那告辞了。梁师兄，话没有讲完，这么就行了？哎，请坐，请坐啊。娘子啊，梁师兄，你慢一点说，我妹子是怎样为不见的呢？刘师兄。只怪我磨妹不到年，家生病，替我娘子为家里，倒是房内有罪，我想好心事就情，手满三根宝车尾，不知他身落在何方地。这样子嘞，你母亲我还没有死啊。是啊。是什么打算呢？这件事事关重大，非儿戏，我岂肯泄露这些天子兵？刘兄啊，我家的事情你不明白，我其实难以谁相信。既说娘子我才也不死比刘兄去行。梁师兄，莫大的杨九人，你到哪里去找他？这个进退两难我不知意，娘子啊，将我到此来写你，难道这就是原因？我空对有被人我眼前，娘子啊，我看来衣服让我去撕他一撕。梁师兄，朝我发的看来的，啥话定我安妹母让我到啊走。刘师兄，奶奶心，哎呀，慢慢等，小弟有话要问你。当初比起为功名，今日你们龙虎报那命苦啊！这种一家人。对上我的决定，不要像两兄妹不同心。要是我安妹下次他来问我春呀是什么风光明呀平？你不知道明天风起是什么风风？王师让我早退吗？只要我找穷吧，我要向两兄再恭喜，今日我已做父亲，从今后往亲不亲，归无比，哎呀归无比。我知娘子的容易，今古之日难分明。主管要我休息去，我情愿一时存法医。故虽我官为救命，花官他到为家里，我指望夫妻总相见，朝朝暮暮在一起。想不到家中喜到我娘子的身世可将原来他这个奇怪逃出来的，是对我阿妹真心真意。让我再去试他一试。梁师兄，你
你也不必伤心，让小弟来不能做一个美人，帮侬称心满意。谁要你做美人？哎呀，侬不要心急，听我讲完嘞。我晓得侬的的恰恰爱我阿妹，疼我阿妹，所以我今朝么要还侬一个像我阿妹、是我阿妹的小家。刘神月，我是娘子心非要紧，你反来劝我临死前，兄妹之间不给我，枉为中长生之计，与你从今多你，你望东来我西。